馬會慶祝六合彩推出50週年，推出2期金多寶，估計頭獎基金為2.28億元。首期金多寶將於5月2日舉行。每次金多寶攪珠係最多香港人關注嘅盛事，而每次攪完珠就係最多香港人失望嘅憾事。好多人都唔知道，原來佛家嘅《金剛經》其實內藏解讀金多寶六合彩玄機，就等我即刻解你聽。如果聽完中咗頭獎，記得返嚟留言話我知，一齊開心下。人睇到嘅一切現象，好似六合彩攪珠機入面啲號碼波咁樣，都係變化不定。49個號碼，從中揀6個號碼，有1398萬3816種組合方式。呢個結果有數得計，係好實在。但係組合變化不定又唔係好實在。塵世間所有嘢就好似每期開出唔同嘅號碼咁。冇得執着，亦唔到你執着，越執着就越痛苦。用佛系心態買六合彩，中獎又得，唔中獎又得，中唔中獎都一樣會想買六合彩。買六合彩係為咗中獎，不過亦都可以為咗唔中獎而買六合彩。係啊，你冇聽錯啊！唔係為咗中獎而買六合彩，聽落的確係一種好黐線嘅諗法。但係當你知道馬會每年將大約90%嘅稅後盈餘撥捐馬會慈善基金，你就會知道你係透過馬會落注而去支持緊醫療、教育同其他不同種類嘅社會慈善項目。相傳當年禪宗六祖慧能就係因為應無所住而生其心，呢句經文而頓悟。無所住意思係唔好俾啲嘢棘住個心，唔好因為情緒變化而停留喺任何地方。做事由心出發，唔係為結果而做事。做事係因為想做嗰件事而做，無論結果如何都會想做。用5蚊一注買六合彩，好似抵買過10蚊一注咁。但呢個只係表面迷惑，因為當你中咗頭獎，只係收到一半彩金，你就會好唔開心，後悔到即見如來。如來意思唔係神，唔係佛，而係指真理、事實。當你理解咗諸相非相嘅時候，你就能夠看透表象，知道變幻就是恆常。你就會見到真理，咁就唔會俾表面嘅現象迷惑，睇到事實嘅本質。呢4句就係5000字《金剛經》嘅精髓。塵世間一切事物都係因緣和合，好似泡沫、露水、閃電咁短暫不實。一切有為法，有如49個號碼攪珠，每次都唔中，如夢幻泡影。個月都唔中，如露亦如電，年年都唔中，應作如是觀。個人明白咗一切有為法，就會頓悟，死死地氣，校返好個鬧鐘，第二日準時返工。